大家好，当年的228点抗纪念行动，拢是有真侪关心自由、民主、人权的本土社团做伙来筹备。所以今仔日，阮就邀请即届伫手艺念诗即个部分斗相共诚侪阿贤来甲大家分享伊的想法。大家好，我阿贤。除了诗外，今年的手艺行动嘛有一寡改变，有甲受害者的规批重新用台语配音，作为手艺行动背景的一部分，来互参与者有较深的感受。伫某一个角度来看，228点控嘛是一个安慰治疗的行动，治疗台湾人心中上大的疼痛228。但是伫这个过程当中，嘛爱真正认识到疼痛，才有法度真正治疗疼痛。所以用这个方式，希望参与者伫这个仪式当中有较深的感受。所以今年的迄个手艺念诗有重新选诗甲配音，所以想要问阿贤，就是你伫配音的过程有啥物款的感受？伫配音的过程当中会真正感受到受害者的情绪，感觉到心内足痛。毋过这是一个袂使袂记你的痛，若是袂记你这个痛，就无解决的可能啊。今年228点控的手艺行动内底的诗，甲进前有无共？呢，伫遮来请问论呢？今年换诗的理由是啥物？进前228点控嘛，共款的有手艺念诗即个行动。即个部分，因为我会记进前的诗其实是咧经着博洋伊刻伫绿岛的一段碑文。其实内容主要其实是咧针对白色恐怖的迄个时阵。就讲实在，就是228点控即个物件，就是希望讲咱来看228即个代志。其实这嘛是228即个大屠杀，嘛是未来的迄个白色恐怖。迄个恐怖统治的基础，所以就想讲会当去经专门咧讲228大屠杀的诗，就经着陈明仁老师的1947寒冷的春天这条诗。好，伫遮过来请问另外一个问题，是为虾米会选到陈明仁老师的这条诗？其实因为228，咱讲的是一个大屠杀。对即个大屠杀内底，其实伊毋是一个故事尔，但是咱爱认知到的，即个大屠杀，即个悲剧内底有真侪无共的群体。除了讲遐直接互刣死的，可能是伫迄个时阵，就是上勇行年岁，可能20-30岁的查甫少年家伫迄个时阵的社会，甲因留落来的，你讲查某人，因的阿母，因的某，甲因的囡仔，其实一个群体，拢是迄个悲剧内底，到每一个个体。每一个有血有肉有目屎的人，所以其实我咧经诗的时阵，我是希望会当找到一条会当呈现出即个画面、即个疼痛的诗。对所以陈明仁老师这条诗讲实在，伊是真长，伊有分诗甲中央甲上尾。伊的诗的部分主要就是咧讲228即个大屠杀的背景。毕竟无可能无缘无故来发生。中的部分就是讲到228大屠杀即个事件。即个屠杀本身，到上尾的时阵，我感觉真适合，就是因为伊伫上尾，伊咧讲咱台湾人来思考台湾甲中国的关系。即个中国包括中华民国本身，就是到即嘛讲实在嘛，是咱台湾人也袂输煞的一个议题。就感觉即条诗真适合摕来做228点控手艺念诗的即个诗。